请问台湾鲷五过鱼这个名称，伊是甲什么代志有关系呢 ？A. 中国的一个地名 ；B. 姓吴姓贵的人引进入来台湾的；C. 伊就是无贵的鱼的海鱼。嘿，你有40秒时间。 B， 我阿公有甲我讲，阿公有讲，真的，我阿公有交代啦，阿公有交代啦，阿公有交代，阿公有交代，好记住，交代。我拢会变那个啊，就会B，阿公有交代，阿公有讲。阮咧注意啊，阮阿公，我真正问过阮阿公，我阿公拢甲我讲过，伊讲吼，真正有一个姓吴，姓吴个姓贵，是，对，我听过，对。哦，哎呦 B 吼，哦，安尼我考虑一下 C 看卖。 B 啦，来，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，我的答案是 B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哦，姓吴姓贵，引入来咱台湾的，对唔对？你无看到阮两个咧笑吗？是唔是？嘿啊，迄个顶一抓互拍啊呢？对啊，啊，这个上个歹势，我一点仔时间，我要向我的队员深深一鞠躬。你叫叫哦，啊，摆恁讲啥是啥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来请回，咱分数给你加落去。哎，恭喜得到6000咯！这个二战呢，是因为咱就在台湾兵吼派去南洋吼做兵嘛，啊结果有这个姓吴姓贵引起的新加坡，就把这摕倒来咱台湾，啊，毋过摕倒来了后，有诶无活，啊有诶红倒，有诶水沟啊无细里倒诶水沟，所以剩差不多10几尾尔。毋过咱台湾人真正足巧诶，吼，啊，着搁甲这13尾，搁甲饲好活，啊，搁落去改良，所以迄当阵号名毋知要号啥，咱就叫做吴贵鱼，两个做伙发明诶嘛，吼。啊，搁来是因为伊去南洋，所以会当叫做南洋节啊、南洋台啊，啊，因为伊是雕刻，咱即马。台湾人甲迄土味用好无去了后，改良了后，咱即马叫做台湾雕。啊，伊真正是无贵，足无贵的鱼，因为伫细汉阮拢是食乌龟鱼跟沙白鱼，啊，毋过正港的是爱姓吴跟姓贵。